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想知呢個單位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呢個物業入嚟嘅大門，呢度就係廚房，咁有爐頭、焗爐同埋雪櫃。飯廳就可以放個2人嘅飯台啦。洗手間係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呢度仲有個洗衣機同埋掛衫嘅地方。客廳方面，一邊放電視櫃，一邊放梳化啦。咁呢度前面有個露台，對住嘅景觀就對返針山。我哋睇一睇睡房嘅位置，右手邊有個衣櫃位，咁呢邊可以放個雙人床。佢對住嘅景觀同廳一樣，都係對返針山。